第三义经甲咱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时相远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咱大家拢有一个佛性，是上天予咱，所以讲咱大家拢头头是道，面面是佛。大家佛性拢是圆满的。时相远，时相远是讲来到世间了后，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。所以伫世间有好人甲歹人嘛，歹人嘛，敢是？为什么会安尼？歹人就是伊的佛性去互乌云压掉的，失去着伊的佛性，所以呢，咱讲的歹人。但是毋是逐个人拢歹人嘛？敢是？敢是安尼？所以讲的毋是歹人的，就是伊要去沾染着外在的一切脾气毛病。伊保有伊本来的真心，保有着伊家己的佛性。所以讲的是因为时相远嘛。咱讲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。你袂当做生命的主人，好啊，迄跋筊偌好咧，迄去工作一个月才领3万箍，这跋筊坐落去万领就趁3万，你的心肝中大啦，安尼啦，就是安尼怎调落去，毋知讲行毋行路，敢是安尼？迄比赛即大家拢要赢3要输。所以迄问做迄代志，咱爱脚踏实地。所以讲咧，希望咱，大家拢借着即个修道、求道的因缘，有机会咧，咱爱倒转来学习。若有咱的厝边隔壁亲情50朋友60无求道的，爱安怎？爱家度化。像咱会求道，有人甲咱度嘛，咱的因报师嘛，咱才会来嘛，才会来求道嘛。咱爱学菩萨慈悲，广结善缘，留步将来。佛菩萨到处去度人救人。若知影有求道的，敢爱招因来？爱。咱大家若后一班后个月一个拢带一个落啊，咱一个拢带一个落啊，即间佛堂敢坐落？太袂无安尼来试看卖咧，一个拢带一个来落啊，因为这佛堂伊会春秋啦。咱若后个月一个拢带一个来，即间佛堂共款坐落，无来试看卖啊。大家爱带来来试看，试看。空间去偌大诶，过来2回嘛袂要紧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好势咧就无去耽误。今日感谢咱杨建文师咧，慈悲啦，伊讲要我来叫咱大家结一个缘啦，所以比较非常的感恩，咱严经理，慈悲，互我嘛真欢喜啦，会当叫咱来结缘，感觉真欢喜，希望咱以后咧，会当经常，来这个活动，受佛讲的普照，受真理的启发，互咱的心。愈来烦恼烦恼愈来愈少，欢喜心愈来愈多，安尼敢好？我先就到这里，感恩。感谢点禅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后道鞠躬。但是掌声感谢点禅师。心意义和爱祥单位6月启会班班员成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一鞠躬。感谢各位点传师一鞠躬，感谢讲师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一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一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。
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一起持架，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1鞠躬，持架副前人1鞠躬，送架各位点的是1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，持架副前人1鞠躬，送架各位点的是鞠躬。